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阿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景翠苑一個兩房306尺嘅單位。景翠苑位於大埔道27號，係1999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8尺。呢邊個廳大概係7尺乘以7尺半。窗外景觀。呢邊個廳仔呢，大概係6尺乘以6尺。呢間細房大概係6尺乘以6尺半。咁喺呢一個位置呢，剛好放到落一張4尺嘅床。窗外景觀。另外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7尺半。咁喺呢個位置呢，都可以放到落一張4尺嘅床。窗外景觀。廚房。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